亚洲地区，包括日本、韩国甲新加坡，拢甲台湾同款，拢面临好业产愈差愈大的艰难的考验。美国甲法国拢捌扣过好业人税，拢希望会当来缩小好业产的差距，但是到尾拢是失败来收尾。另外像育儿津贴、租金的补贴、这类社会福利的政策，敢真正会当彻底来解决掉青年的困境，打破计薪的结构呢？咱继续来探讨。从昨天晚上9点开始，台北忠孝东路顶好附近就聚集了许多民众，从上往下看，密密麻麻的，挤得水泄不通。住宅它是基本原则的一部分，不是商品，更不是玩金钱游戏的筹码。1989年8月26日，超过5万人困在台北忠孝东路街路，向各邦给乱上大声喊抗议。所有的出租的房子几乎都被仲介公司垄断。然后我从台北市瑞安街一路搬到木栅去，亲戚朋友都认为我被放逐了。无卡路的运动经过30年，台湾后一代继续伫咧街路抗争，无想要讲了加薪水，谈无够用的世代。我们的工资是比不上物价的，所以我们希望说赶快来调整台湾工人的薪水。在过劳又低薪的状况之下，劳工怎么会不上街头？台湾的贫富差距恶化，或者是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，基本上暴力犯罪是会上升的。贫富差距恶化，有的人陷入贫穷，他经济压力大，他是用酗酒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不安啊各种的方式来展现的。时也又到国际民众不安现状，去到来强弄体制，叫嚟中警伫咧各国一直出现。罗马市中心的反政府示威有成千上万人参加，他们生气的原因是总理蒙蒂的政府采取财政紧缩，失业率10.7%，创下13年来新高。警方主起盾牌大军，丢掷催泪瓦斯反击，委内瑞拉的老百姓满腔怒火，早就动不了。2010年，韩国大学毕业生每100人当中就有49人找不到工作，愤怒的学生终于走上街头。韩国年轻人几年前，他们在网络上年轻人都无奈的自嘲自己叫什么，你知道？就6无青年，就我没有房子，没有车子，没有伴侣，没有婚姻，还有没有工作。最后一个无是什么？没有人生希望。无想要待在故乡，牺牲家己未来，青年出走，成做这20年来全球市况的大危机。72万名波兰大学毕业生旅居海外，这个数字排欧盟第一。人才外流当然会造成当地的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啊，本地的产业就业不好，人才外流，外流完以后更加没有人才再留在本地创业。为了让爸爸妈妈安心带小孩，澳洲政府祭出了各式各样的政策，其中新生儿预付津贴，一名新生儿是570块澳币，约12800多块台币。今年8月，政府则是祭出新法，年所得低于85000兹罗提，相当于70万台币的26岁以下年轻人，可免除18%的所得税。实际比较各国的政策，澳洲、波兰国家抛出饲囡仔津贴、带薪水饲囡仔假期真侪项福利政策，嘛针对青年提出免税措施，减轻青年压力。啊，南韩甚至体想要出国的少年人每项工课，忽得引起海外韩族企业正做人类将人才留在了国内。南韩就非常积极，他们就推一个叫 K-Move， 让这些在国内找不到好工作，然后他想要到海外去工作的人，然后透过这个媒合的网站，帮你媒合到海外去工作。海外哪些工作主要是海外的韩资企业，这种做法，我觉得相对来讲，就比台湾的政府积极很多。免遭缩小贫富差距，嘛加做各国的首要目标。新的一年，奥巴马也有新愿望，就是修改美国的税制。Now, because of loopholes and shelters in the tax code, a quarter of all millionaires pay
lower tax rates than millions of middle-class households. 一年净赚超过1000万以上的有钱人们可要注意啦，因为以后要缴的税要从40%涨到45%。过去包含法国、瑞士和西班牙，那么扣好野人的税金，不过效果煞无效，失败告终。台湾爸爸希望透过税制，和有钱人充实国库，搁经由资源分配来帮助社会需求。不过政策和理想，头尾真歹推测。靠资本利得的这些有钱的人家，他有很多地方可以节税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台湾的租税政工具，台湾的租税的制度，不但没有去解决所得分配恶化的问题，反而是让所得分配更恶化。洪批评是劫富济贫的血液人税阻碍难行，不过若为社会政治动手，台湾少年世代敢会当会甲休喘？行政院长苏贞昌公布7月开始上路的最新政策，租屋补贴2000到8000元租金，无疑是对全台的租屋族一大福音。彰化县从今年8月开始加码育儿津贴和托育补助，0到5岁自己带的每个月领3500元。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少子化是国安问题嘛？我们政府很多的补贴嘛，这些补贴都没有一个，我相信没有一对父母会因为这些补贴，然后去生小孩。我们很多雇主团体或很多学者都说啊，就用社福补贴就好啦。那社福的话，就对特定少数弱势者，尤其对年轻人的补贴方案多吗？很少吧。学者认为，社会政策有一定收集和资格互动，无法度全面解决青年困境。建议来学新加坡，和政府出手打破低薪水的结果。新加坡在2013年开始，只要你这个劳工月薪低于我们政府公布薪资中位数的劳工，雇主对劳工加薪金额的40%，我政府补贴给雇主。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、欧盟，过去这10几年来，就金融海啸以来这10几年，有各式各样的薪资政策方案。台湾后一代担起理解未来，不过种种震荡压力，煞互因脚步真歹行。诈骗和人口贩运案为社会无稳定发出重大警讯，想要救少年仔，学者建议建立公平正义的税负制度，全面友善的社会环境，安尼青年生存的危机才有转机。